众所周知，死亡翻滚是每一只鳄鱼与生俱来的绝技，但扬子鳄却是个例外，因为这货一身的典藏皮肤算是套到了豆腐身上，死亡翻滚就只有翻滚没有死亡。别的鳄鱼放生都是五花大绑，生怕伤人，但到了扬子鳄这就只是随手一丢。不过你也可以给它贴上半片胶带以表尊重。虽然扬子鳄是我国的一级保护大废物，但据研究表明，它们至今已经生存了2亿多年，曾和恐龙生活在同一个时代。只不过恐龙这个霸主已经不复存在，留下来的居然是扬子鳄这个小趴菜，战斗力只能跟一只龙虾五五开，咬了300个回合也没能将它拿下。别的鳄鱼咬合力都是高的惊人，猎豹、狮子也不敢轻易招惹，而扬子鳄面对两脚兽投喂的鱼，除了弄鱼一脸口水，什么也干不了。即便是躲在水里偷袭，它也连只小黄鸭都抓不住，回家还被村里的大鹅笑了一路。不过玩笑归玩笑，这货毕竟是鳄鱼，要是在野外碰到，还是不要轻易招惹。只是令我好奇的是，这货要是和宫百万单挑，到底谁能赢呢？